咱伫咱的学堂内底吼，咱所学的就是讲，咱本来有亲情的发生啊。那咱这个发生就是讲，咱要安怎修到，互咱会当自受有着外口的一切因缘，拢会当如如不动啦吼。那咱本来的亲情的发生就是亲情的，要互伊达到如如不动，咱讲着不动。那为什么拄则咱讲有为业内底伊迄个不动业？不动业，咱用迄个禅定啦，吼，禅定是来解释讲不动业，讲禅定嘛是属于不动业。那么咱自信，咱讲要修到如如不动嘛，是一个相吼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啊，那么这个又要怎么解释？那么不动业是迄个禅定属于迄个不动业啦，吼，这项啊。啊，咱的自信，咱若讲要达到如如不动，这嘛是一个不动啊。因为你个了解来讲啊，这个不同业的这啦吼，毋是叫做自然啊，毋是叫自然啊，毋是叫自然，你听无？这个自然就是讲你达到了，你家己做自然，你就是你毋是这个，你毋是这个死定啊，不是死定啊，毋是这个死定啊，毋是死定，你听无？我当用一个禅定，我就用禅定，甲百会不动啊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你讲听，因为甲压落来，伊即内底有空无清净啊。好，你像五伦有几种？五伦啊吼，五伦啊，即个讲话你听到现在五伦有几种啊吼？几种吼？连贯吼，连贯的思想吼，对境吼，心不去的吼，我所提一定吼，这咱有对照的，咱看有啦吼，啊你会言吼，我会言啊吼，无啊，无几样吼。不断的吼，就思想的吼，对境，心做气吼，所提这么种吼。这部位这是多来，这两部位就，这两部都是这段，甲你这段啦，用这个这两段啦，哦，这是五伦就是一个五伦传输啦，五伦传输就是一个禅，一个地方就是禅定啦，来要解脱的，哦，但是要得功夫，你甲做功夫，我。五伦有一个几种就是讲我有方法就对啦，有计量的方法。灵观，我会当观，但是个是有一个灵观就是叫做一个手段咯。哦，咱叫做啦，个灵咒咯，咁是呢？灵就是心啦，哦，静就是静啦。按照叫做呐，因为你的心叫做灵，你这是叫做静，这个咱叫做受，这个叫做灵啊，这是灵啊，这个受，受的是静，有一个所在嘛，你听无？有一个灵，有一个灵观，这个在义工来讲叫做我啊，这就是人呐，我像人像啊，我像人像的对应就是信仰啊。就是众生相、阿佛受者相，它们对立起来，一对起来，就是那无名呀，是对立，就是也对立啊。所以贵人有几种我有一个方法，灵观一思想，因为我思想内底当中我还未调，就是讲我思想一直咧
相不符合那个思想性呐，这东西是得我了或者说给你哦，免啦，按照真心啊相关的心啊，就见人家啊，我你就跟你讲这个，我有一个思，我连贯这个思想我会当甲断掉哩，互我这个思想袂去学袂同啦，连贯啦。最近这部戏就是我拢袂紧张起来，但是听他说，这唔是叫做蒙门，这不叫做蒙门变，这不叫做显门变，唔是这个不分辨啊。你咁听，你转变这种最近这部戏我不分辨啊，拢无听，就变目标去啊，照头啊，目标啊，你咁听。连贯嘛，最近这部戏我袂起啊。啊，你今日是咱今日是活伫个思想中的，咱今日是活伫思想中的，活伫这有哪有分辨呢？色甲味，色甲味，色是地中地色，地色中，色中是地中的，你敢知？色状叫做地，地状叫做色呢。啊，这就叫做色，这就叫做地呢。好，伊用色用伊的知识，用伊的方法，用伊的伎俩，要将有味来讲是真的。但是讲起，我做好调的，好调的尔，毋是真正内底有亲情啊，加家属尔，就才讲你真好阿袂，哦，你说我好调的，说我做这个还好调的，安尼叫做哪？不熟悉啊。但不是讲唔是代表你这个该关键的，那个，因为咱这讲的这个你不懂这个了解，他这个讲究不那是真相哦，它是个对哦，因为你的讲究拢往无去，你后你无思想啊，就生活上比如，健康时啊，你从问题了后，而且就在你也在这思想不是哦，你进入到一个如如的意见，你这个是如如的意见哦。是不是你唔是也直接爱困了甲项目可以困去哦？是因为这些都主人不知不觉中要困起来哦，这个是我。那因为这个我是我会当当，因为我有一个灵，甲有一个境，这个是对立。我会当用我的心甲项目，甲压住这个境，或者连起来，嘛我学生物件啦。我学成二种啊，好，这是我讲，但是因为学成二种，学成伊本质就是安尼啦，伊爱论啊，论事实八种，伊家己知影啦。好，既然你讲，因为学成毋是中甲毋中啊，毋是按中甲毋中啊。你今日用咧困，你甲有讲我困去啊，我无困去。当然，你思想中你也知我有困甲无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真正困去，你嘛无知我有甲无困。所以呢，那讲言语道断，他心贤处灭。你当你无困，就代表你当你有困，就代表无困；你当你困就代表无困；你当你无困，代表动啊。因为困甲无困，唔是思想中的内底，安尼讲表示，他就进入到一个另外的如如意境去，这是清净无染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这个话就是啊，用的这个方法，哦，相同方法有一个压制和以这思想无起来。就刚才讲压迫拢袂紧嘛，但是啊，紧张，我那理解思想三点钟来变，那什么？这个语言，我自己用，这个嘛是有机用，不端这不是不太端，这个这个语言端啊，因为这个语言化来不太端。好，这个进入了语言化来这个语言端，我现在这里翻翻记录，这个小孩子的英文抱在手中。也他的碰到的时候，他如果时候，他进入到他的一个绝对的法，因为人有灵体的，因为你思想中啊无是个教育当中，因为伊今日谈起的，这个出来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本书呀，因为伊啊无了解，所以因为伊今日啊不你今日讲啊，我这用一个方法，比如我这个囡仔，我这个囡仔，你看我都用一个方法，我这个囡仔大汉起来了。分风伊会落雨，啊伊咧做风啊，了后手个，哦，这个分风伊会吹风，这个搞可能。有加入思想的内底当中，拢毋是
这个影响，拢叫做呢，你这个思想在里面。那既然思想在里面呢，你的观点、你的偏见，这个不是这个，那个不是你的思想，你的真正这个善良的，这个是你家己有这种这人的这个意识，它还是清净。哦，那我们今天来给转世成事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对境心作境，对境我对着境了，就变成作境，作境就是讲我因为的环境好坏。我今日在今后，今天的环境，今天的环境。